係咁 LG 咧早前咧就公布咗部手機啦，咁就其實都好得意嘅，就叫 LG Aga 嘅嚇。咁點解我會介紹佢咧？因為其實都出咗一段時間，不過香港就未有咁樣樣。咁大家可以睇到後邊啦。咁呢度咧其實就可以呢部手機就可以套一個殼啦，咁另一部手機變埋一個公仔咁樣樣嘅。咁呢個殼其實就等於一個普通嘅一個手機殼咁樣啦，咁大家咧只需套上去咧，咁佢就會出現呢個眼仔咁樣嘅。咁你熬下佢啦，咁樣，咁佢有雲咁樣出現一啲古怪嘅一個樣咁樣啦，咁呢部機都幾得意啊，同埋佢嘅 spec 都唔差，好似有5寸720 mon 啦，4核1.2嘅處理器啦，800萬像素主鏡頭啦，同埋1.5G RAM 就16G ROM 嘅咁中意得意嘢嘅朋友可能要睇下之後 LG 喺香港有冇機會推出啦。